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高雄有一个这13岁少年囡仔，竟然就中风了。正边的这个脚甲手常常无力，半身瘫痪，赶紧到病院去检查，不得了，竟然是脑中风。原来这个少年囡仔，伊的心脏的窦心房生一种叫做心房黏液性的肿瘤，这个肿瘤的组织入去，随着血流走到头壳，发生着脑中风。 医生讲，若是胸坎仔的问，呼吸有困难，佮会头晕，拢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。左心房的地方很清楚就是有个肿瘤。高雄有一个13岁少年囡仔，倒边的心房内面有一粒肿瘤，变成伊中风的危险因子。这个运动发育嘛正常，甲其他囡仔拢同款。某一天，雄雄呢正边脚甲手拢无力，身躯一边差不多袂顶袂动，khiến老爸老母惊到。这健康的囡仔，哪会雄雄中风？诊间就说他的脑部是有问题，所以这样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说他的右边肢体会无力这样。 有无正常的白点，倒边拢欠血塌掉了啊！脑部已经中风，进一步做心脏的超音波，发现讲有4公分大的肿瘤。粘液性瘤哦，它是良性，可是跟果冻状一样，它本身比较松软哈，所以有时候那个还有肿瘤，它的上面有可能会有一些血栓呐，或是有些发炎细胞那个卡在上面啊，如果掉落的时候哦。 就有可能会堵住脑部的血管。这个少年囡仔经过手术后，已经渐渐复原，要不过像这款心房的黏液性的肿瘤，就跟那不定时炸弹同款，对血路到脑部血管都有可能塌掉的。若无赶紧甲处理，轻者胸腔的窒窒、喘气困难、头壳戆戆，若较严重的，有可能会无命。